一、阅读测验文字理解，请根据题目的知识，读出清符合题目意思的答案。或者是最适当的词汇。单选题一，基本上讲会参加亚排的活动，不过也没不偏，就讲无爱落叶。好，一个游戏的选项吼，第一个脚米，第二个头米，第三个甜米，第四个爆米。好，我们来看哦。他本来呢说会参加这一次的活动，不过他妈妈呢生病了，就说不来了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呢，应该就会选 TCA 保密。为什么呢？不过最后他的母亲生病了，这个句子的意思呢就连起来了。好，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哦。亚不给选藏都亚。并且有喇叭也再继续来整理。好，这个房子呢，先修理到这个进度就好。等钱够了呢，再来继续整理。好，那个呢，感觉就有个时间的停顿点。那这时候我们要选哪一个呢？啊，根据4个选项呢，那你应该会选3目前。好，那我们来顺看看这个句子呢有没有通顺。亚不给。目前现状都亚，并且有喇叭也在继续来整理，通了也合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也题的答案呢，会选3。第3个，也个什么嘢做定阿边个嘅丈夫，很体安顿嘅平头，看起来有个心，是怎么样？到底要选哪一个？看起来怎么样？有个性，那这时候选什么？第一的主顾是很稳固，第二呢很顺了，可能是什么个性啊，很单纯，很善良。第3个呢透东，好，那第4个呢傲慢。根据这个题目的意思呢，我们应该要选的是什么？看起来非常的有个性，所以毫不犹豫，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就会选 C。好，那我们来念看看这个句子有没有顺。也给什么嘢做定阿边个嘅丈夫，很体安顿嘅平头，看起来傲慢有个心。第4题，用嘅甜食唔做乜嘅弄定嚟，唔留啲屋下。1. 大叫出唔出門。2. 叫嘢門簾。3. 大批按叫閃，4叫配火茶。對我來講啊，要提示題啊，出來過有程度哦。好，提咧大叫出唔出門，係年頭都有講過嘅，就表示甜食沒幾好嘅意思。好，啊聽嘢叫嘢門簾，有個很乜嘅意思呢？就會講啊，全靠一作罪，因為叫嘅啊，嘢門簾嘅時節，就會用到也罪。所以也係全靠一作罪。第3個大批按叫閃，乜嘅意思呢？就講啊，有時叫啊，可能妒忌啊，就喺主人嘅身後頂來頂去。一個時節，喺主人啊，帶一隻批論啊，本日嘅叫嘅批到，就嗰種有識到東西嘅哦，嚇，乜嘅意思呢？講一些不實際的話，嚇，來敷衍他。啊，第4呢，叫配火茶。你去想象一个狗呢，在对着火车在那边狂吠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徒劳无功，就乜嘅功效都冇出嘛。所以一個題嘅答案呢，選乜嘅呀？就會選1，大叫出唔出門。用幾個題目來試看啦。大叫出唔出門嘅甜食，唔做乜嘅弄定來，唔留啲屋下。